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上过一个建设，我相信咱会当咧就用4字来甲形容，就是金碧辉煌啊，雄伟壮观。那么这么好的一个时刻，大家默默的来许个愿，让大概就是咱们中外的广播，记得咱来许个愿。所有的各位，咱们伙伴，迎接。
爱分发，较紧来平安打拼，较紧来平安打拼，斗阵出头海水咸，海水深，海水咸甲深，水在人来啉，安得好，平安这个水，平安的事业好个水，福报人情水水，有命心水，有了人无了，通散只无散，我的人生爱分发，较紧来平安打拼，较紧来平安打拼，斗阵出头天。中华民国87年11月28日，岁土茂云10月初10日，发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丙汉大窑独贤建材客用电力，电力开始造人。今天台湾有理。
仪了，恭喜我今仔日伊原来现这样，应该开放下你这个让网友的一定机会。那这个第一位呢，主要做有钱，也不断的。 所以不断的经常这些工业啊，这是咱大家目睭看会到，健康听会到，大家说，有靠家己人人过路，你所重视的这个需要。 是真正提升咱国民的健康，就是互咱所有的国民，因为伊这个制药也帮助咱的这方面免疫力的提升，所自然的身体的健康，伊的这个生活不但伫咱国内。 今仔日呢，后外国的贵宾来，我有看过来啦，甲咱无啥社面的，这个外国的部长，啊，这个卫生署长也拢有光临，这就是证明，李大长，伊这个信号，心理上的这个信号，唔单单。 就话一个，去到国外，各种受难关系、受难的情感，这是事先证明。所以外国的目标级就来到咱遮，所以不管各台湾关的政府组，今仔日大家刚转来。 来参加今仔日的盛典，表扬基层，感到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欢喜，也祝福李大长也是支付了伊需要健康发展，步步有升，但是我们贵宾。 我不管是外观关系，还是国外也是朋友，但是身体健康、精神愉快，需要成功万事如意。多谢各位，多谢。我挺高兴的参加现在的大典，唔老像下摆有遮尔济人，这使讲是空前，有少的乡亲。 咱一定知影，咱今日的主人绝对是有一定的程度受人的肯定，社会上对国家好，大家看来遮尔侪人，而且来斗欢喜，来庆祝平安大后，造成甲咱这美政府一会安装的大典，所以我当甲各位同款，抱一个非常欢喜。 用一个真感恩的心情来甲大家，特别甲咱李副议长、甲夫人第12万份的敬意，甲这个谢意。这个所在，事实上，我特别台湾外面的上司，我特别感谢，因为我已经来遮2摆。 第一摆就是咱台湾咱的乡镇市长开会的时阵，就借用这间大楼。迄时阵我知影有这间大楼接出来，然后因为咱台湾县政府伫咱耶稣郡，伫咱的文化中心举办一个邀请15个国家、17个外国的艺文团队来台湾表演，因为
的关系伫外口，行去拄着就好。所以咧找到倒来的时阵，我来建议讲，咱应该用本身庙的丰隆山庄，但是因为人太济，也对人讲较底袂落，伊讲咱着要找啥物所在，所以我灵机一动啊，找好所在，这个好所在就是咱今日遮来庆祝这个做大号落成的咱的bin汉大号，所以呢。所有遮外国朋友，对一个楼顶伫下山下晡时啊，都爬点，早啊以后所以咱个点都无会看着。我将这个机会，甲咱副理长，甲咱的甘肃集团，也甘肃集团对咱头前暗时点半2点，就去清扫场所，袂当休困。所以这种的辛苦，我代表咱大人官员，代表叶主任，甲咱bin汉大老板，甲咱的各位家伙集团，感谢大家。然后这样，咱知影，最近咱政府面临着一个企业界真侪只风波，因为东南亚经济无好势，影响着全世界各所在，咱的银行。咱的融资的问题，咱有一寡企业家倒闭，有一寡股票发生真侪问题，政府想尽各种的办法，为了稳定人心。但是上有经济的时阵，咱这个由李副局长所率领这个大企业，由会当无受着这种的影响，会当做在风头大展，今日有真侪马来西亚来的外国朋友，咱是国内方面哦，是加拿大、世界各地来甲咱bin汉企业相关的人，我都是来到咱这个大楼这个所在来参与这个庆典。可见讲企业界只要有心有力量。伊永远无可能叫对入一个无经济的陷阱内底，就是顶个会使用，顶个王生做人各方面辛苦的条件，永远会当表现这种的困境。这就是咱这个李副局长心中甲别人不共款的所在，徛伫一个台湾的一份子，咱更加感觉真骄傲，因为。伊是咱台湾国的官员，所以家己一个台湾官员的名字，特别是我今日来遮来代表大汉咱台湾的官员，我来拜，家己祝福咱为伊个副局长感觉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骄傲。我遮来祝福伊无管是事业，无管是其他政界。各方面都会当搁再上一层楼，为咱大汉官员，为咱全台湾各方面来努力打拼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感谢。今仔日我这个同事来来恭喜，来个祝福，真难得可贵，这是伊成功的一面。今仔日咧讲的，毋是已经到成功于，是咱各位。大家团结，因为我bin汉是你家己的事业，安尼团结，去拍拼奋斗。伊东南亚这个地头啊，咱个中国真正无简单，大企业家倒就走，但是今仔日我来甲bin汉。永远徛在咧厝，就是咱幕后遮的公信，咱的台中经理选领着咱遮的经理，引领着遮的会员，咱遮的工作人员辛苦，认真讲今仔日这个事业拢是共同的，才有今仔日个成功的日子。而且我鼓励的来。祝福就讲，咱发展bin汉事业的风头来来，步步为营，
就是爱靠大家，我们竞做伙，才会当带着伙。每一个人对家己的人生，对家己的理想，要得到真正的成就。但是这个成就一定不是由你个人的力量，既然不是个人的力量的，就是团体的力量。那我们达到团体会当一起共胜，咱一定要付出真多的时间、精神来赢对方。无论是好朋友，还是好亲戚，还是外来熟识的朋友，一定要互相共识啊，才会当了解，才会当共同伫一个事业体。你来看，要有一个团体，会当安尼团结起来，安尼时间有久无久，后一定非常久。今仔日处到一个环境，对咱家无保障。咱大家要辛苦死，我甲你讲，女人帮、文茶帮，大家这样好朋友，拢做要来共同拍拼啦。我今仔日来，大家拢讲做老姐，问啊，为了这个大事，结果伊个才来的，创花用大件。除非哦，这种环境有无聊咱的人生，有无聊咱的生活。所以讲，今仔日我们公司起这间大楼，不是咧去讲你看安尼外景哦，就是咧去互咱这好业的新闻，对着这个环境有认同，大家共同拍拼，做伙一个环境保障，对不对？咱去这间的大楼是要互咱对公司有贡献的人，大家继续来拍拼。今仔日去这间大楼共款，大楼内底我咧藏着咧。啊，这我较大声讲，台湾全省第一间，全世界人第一间。啊，是安怎？在大楼内底，公司内底藏着，就是咧甲咱讲，即摆社会，即摆生意，遮伫咱中国，遮伫咱古来，遮伫咱文化，真侪人对家己无自信，所以当中就去求神问本，也是讲咧用着书法，看当时会当出门。啊，若着目彩哦，就来伫新营，你要同看有跳舞。所以讲咧，安尼亲密的对家己的奋斗，对家己的生命的重要，对家己精神的力量，完全做架好。所以讲，以贫富来平分高低台。我们当时大家讨论，今日去这间路，就是要大家讲，第一，咱是一个宗教的国家。虽然咱心灵文教，第二，心灵咱要办是上敬仰，因为伊当初是以前的伟大人物来做主公，学院精神，学院头路，安怎会做出宏光伟捷的代志？这就是咱伫人生咧拍拼的路途。所以去这间路，咧甲咱讲。不是心灵来人过去，不是来师傅把你改过，你就会当出门。所以讲诶，一定唔通一件事，这重要就是要来讲，唔通的是神会使来，两礼拜，咱的枕头，咱的枕头有公庙，来公庙吧，像咱枕头也无起起来，咱就会休，咱的身体就会动，感情就会好。这就是最先富、最先做人一个宗旨。所以讲，伫咱的公司的文化会长，欢迎新朋友，欢迎都是新朋友，希望各位来互我指导，也更加希望时常来互我了解，你会更加
要来发汗去业体，不是咧叫人的物件，嘛毋是亲像人讲的讲传销，传销就哪传哪销啊，那叫传销啊。若讲异常流水，一过后都会叫人跳海，那叫传销。真正的事业是生命的能量，是精神的力量，所以大家要领导好想，希望大家对公益爱的意识，今日我们公司的环境，就是咱的环境，互咱无投资的后面，有这样的环境，我来做后面，你们来做后面，好，好，非常感谢，以最大的敬意，3级工人来感谢各位，好，1级工。
世上啥物关系，也都无靠甲无花，凄惨咸轮回。是我的夜黑，定做伙着春家花，原来成功靠大家，甘愿来一个社会。平汉，事业好机会，尊重生命。